亞健康係現代都市人常見嘅灰色健康狀況，介乎於健康與疾病之間，未至於病到要睇醫生，但又總係感覺到自己唔係好健康嘅狀態。生活節奏急速嘅都市人同埋年長一族，當你發覺精神難集中、頭暈、情緒低落、免疫力下降，主要係因為長期過勞、氣血不順，令身體機能逐漸下滑。呢一種狀態，如果唔加以正視，長期積累嘅疲憊就會成為慢性病嘅溫床，增加患病嘅風險。如果忽視呢啲警號，健康就好容易亮起紅燈。想擺脫呢一種唔上唔落嘅狀態，關鍵在於及早調理，為身體打好根基，等活力同元氣可以重回正軌。想為健康未雨綢繆，就要從根本調節身體機能。Activator Cure Energy 元氣寶匯聚天然植物萃取精華，針對性補充身體所需營養，助你打好健康基礎。產品通過 GMP 認證，品質同安全都有保障，可以令你由內而外恢復充沛活力，重現神采奕奕嘅狀態。產品中嘅瓜拿拿萃取粉係核心成分之一，蘊含超過20種氨基酸，仲有鉀、鈣、鐵、磷、鋅、銅、鈦等多種礦物質，同埋維生素 E 及 B 群、單寧酸、兒茶素、生物鹼、酵素、碳水化合物等豐富成分，佢能夠有效舒緩疲勞感，增加活力，更有助清除體內毒素，減輕頭痛不適。另外，呢種成分亦都能夠促進新陳代謝，活化細胞，幫助排出多餘水分，提升免疫力。對於維持心血管健康同樣有益，佢可以幫助溶解飽和脂肪同膽固醇，刺激血液循環，有助支持動脈健康，對動脈問題能夠提供正面輔助影響。另一重要成分可樂果萃取粉，則含有兩大類營養物質，一類為咖啡因、可鹼、茶鹼、兒茶酚等多種活性成分；另一類則包括蛋白質、澱粉質、脂肪等基礎營養，同埋硫胺素、核黃素、煙鹼酸等維他命 B 群，連同鈣、鉀、鐵等礦物質與單寧酸。佢能夠溫和刺激心臟同中央神經系統，有助振奮情緒、提升注意力，兼且壓抑食慾、提升體溫，對維持全日活力有正面作用。另一方面，佢亦能夠促進消化、舒緩頭痛，令人保持頭腦清晰、精神集中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仲加咗陳麻萃取粉，富含維生素 A、B、C、K 同核黃素、葉酸、泛酸等，亦含鈣、鉀矽等礦物質及類黃酮素。佢有助緩解敏感問題，預防並舒緩過敏反應，減輕鼻眼充血不適。呢種成分亦都帶有淨化作用，可以促進淋巴系統運作同腎臟排泄，協助清除代謝廢物，同步緩和身體不適反應，舒緩關節壓力，並改善頭皮狀態，減少頭皮屑困擾。另外，佢能夠刺激血液循環，改善經血流量過多等狀況，幫助消除疲勞，增強體力，並支援心血管組織健康。Activate Cure Energy 元氣寶特別適合想調整體質、強化保護力、擁有好活力嘅人士，尤其係生活忙碌、成日捱夜、容易感到疲倦虛弱或者體力長期透支嘅人士。每日早餐時服用1粒，即可持續補充身體所需營養，逐步改善亞健康狀態，令你全日保持活力充沛，輕鬆應付各種挑戰。